今日我哋會探討教師喺人工智慧時代所需要具備嘅關鍵能力，當中最重要嘅係提示工程呢項技能。點解提示工程咁重要呢？因為而家有好多 AI 工具幫助我哋教學，唔係淨係識按按鈕就得，而係要學識點樣設計出高質素嘅提示。一個好嘅提示可以令 AI 幫我哋產生更加貼合教學需要嘅內容。教師如果唔掌握提示工程，使用 AI 工具嘅時候，可能只係得到一啲泛泛而談或者唔夠精準嘅回應。所以教師點樣描述問題、設定目標，甚至調整語氣同專業程度，都會影響 AI 回應嘅質素。呢啲技巧係未來教師必須掌握嘅核心能力之一。喺 AI 時代，作為教師，首先必須具備幾方面嘅核心能力。第一，係批判性思考同評價能力。呢啲能力幫助我哋評估市面上五花八門嘅人工智能工具，判斷佢哋係咪真係有助教學，仲要識得預測佢哋可能帶嚟嘅影響。最緊要係喺課堂上適當咁整合同運用呢啲工具，唔可以淨係盲目跟風，因為教學效果係我哋嘅首要目標。第二，教師亦需要合乎道德咁使用人工智能。我哋要清楚人工智能點樣影響學生、家長同埋同事，呢啲都係教育嘅重要持份者。喺實踐中，要平衡效能同教育嘅價值觀，確保科技唔會變成冷冰冰嘅機械，而係真正幫助人發展嘅工具。第三，亦唔可以忽略嘅係資料私隱意識。教育界入面，我哋有責任去保護學生嘅個人同學習數據，咁樣先可以建立一個安全可靠嘅學習環境。教師要明白邊啲資料安全輸入人工智能系統，邊啲資料係需要避免嘅，從而防止資料外泄或濫用嘅風險。所以，除咗專業教學技巧外，批判性思考、道德意識同資料私隱保護呢三大核心能力，係我哋喺新時代保持教學質素同信任嘅關鍵。人工智能提示工程即係設計同優化輸入提示嘅過程，主要目標係引導 AI 模型產生更加準確、相關同有用嘅輸出。咁點樣先可以做到呢？關鍵有兩個，第一係如何引導人工智能行為。我哋要透過清晰嘅指令，提供足夠嘅上下文資訊，仲有加入具體嘅範例。呢啲元素可以控制 AI 嘅行為，使 AI 可以生成指定嘅風格、格式或者內容嘅回應。第二個關鍵係 AI 可以實現複雜嘅任務，例如當我哋需要 AI 幫手進行數學運算或者閱讀理解嘅分析時，提示工程可以我哋將複雜任務拆解成一系列嘅步驟，令 AI 能夠逐步完成。甚至連簡單嘅邏輯推理都可以透過呢種方法得到加強。點解提示工程對教師好重要？主要有三大方面。首先，提示工程可以令 AI 生成嘅結果更加準確配對教學目標。輸入嘅提示如果唔夠清晰或者具體，生成嘅內容可能會離教學重點好遠，甚至唔符合學生嘅難度水平同評估要求。教師如果能夠設計啱嘅提示，明確同課程目標對齊，AI 就可以產出更貼切嘅教學資源，幫助學生有效學習。第二方面係提升工作效率，同時保持專業判斷。有咗好嘅提示， AI 可以更快產出實用嘅教學資料，例如工作紙、分層活動同回饋評語。咁樣就減少老師要反覆嘗試同修改嘅時間，將文書工作同初稿交俾 AI 處理。老師就可以專注喺教學設計同學生互動上，做到真正嘅 AI 助教。老師主導。第三點更係唔可以忽視，係降低風險，確保安全與倫理。如果提示工程設計得唔好， AI 輸出嘅內容可能會有偏頗、錯誤或者唔適當，呢啲都可能影響學生學習同安全。有提示工程能力嘅老師會喺提示度加入限制條件，例如適合學生年齡、尊重文化敏感度，仲要避免鼓勵作弊。更重要嘅係，老師要了解點樣檢查同修正 AI 嘅回應，咁先可以保障學生嘅私隱同倫理安全。所以提示工程唔單止係技術問題，係教師專業嘅一部分。透過清晰精確嘅提示設計，老師可以引導 AI 生產更符合教學目標嘅資源，同時提升工作效率，減低風險。提示工程有三大關鍵：有效提示、迭代改進同針對特定情景嘅調整。要設計一個好嘅提示，並唔係一次過就完事，而係一個持續改進嘅過程。首先，咩係有效提示呢？有效提示通常包括幾個重要元素，例如有明確嘅角色同受眾，有清晰嘅任務說明，有指定嘅格式要求，
仲要配合具體嘅教學目標。呢啲元素幫助我哋確保提示嘅方向清晰，令 AI 可以更精準咁理解同執行指令。跟住嘅第二個關鍵係迭代改進。老師可以先提供一個初步嘅提示，然後跟 AI 嘅回應再調整要求，好似可以加入學生年齡、課程主題或者評估方式，令輸出結果越嚟越貼合實際需要。呢個過程就好似不斷優化，確保最終嘅提示同教學目標完全匹配，提升教學成效。最後一個關鍵就係針對特定情景嘅適應。同一個主題喺唔同教學對象，提問方式會有好大差異。例如，幼稚園嘅問題會偏向簡單同互動性強，小學同中學則會更具挑戰性同深度。所以提示內容要根據學生嘅年齡、科目同課堂情景作出相應調整，令 AI 嘅回應更貼近現實教學環境。所以有效提示係建立喺清晰明確嘅基礎上，迭代改進係令提示不斷完善嘅關鍵，而針對特定情景調整，則確保提示能夠適用於多元化嘅教學場景，提升教學效率同學生嘅學習體驗。設計工程提示時有4個重要嘅元素。首先，我哋要清楚界定角色與受眾。呢啲指示不但指明 AI 嘅身份，更加令 AI 明確知道應以邊種語氣同態度回應。例如，如果我哋列明自己係一位幼稚園老師，咁之後嘅回應都應該符合呢個身份嘅專業同風格。第二個元素就係要說明明確嘅任務，令 AI 知道佢需要完成咩工作，例如設計活動、製作工作紙或撰寫故事，確保 AI 嘅產出符合預期目標。冇明確嘅任務， AI 可能會難以達成實質效果。第三個重要元素係指明所需嘅格式，無論係分段、列表定係表格，格式嘅要求讓 AI 能以最合適嘅方式呈現內容，提高資訊嘅可讀性同系統性。例如，當需要清晰條列教學重點時，列表格式就係一個好好嘅選擇。最後，所有題都必須緊扣教學目標，呢個係可以確保 AI 產出真正支持學習需求嘅關鍵環節。冇明確嘅教學目標， AI 嘅回應可能流於表面，缺乏深度同針對性。透過掌握呢4個元素，我哋可以大幅提升 AI 產出嘅質素與實用性。喺設計有效提示嘅時候，第一步係要清楚描述情景，例如老師嘅角色係咩？係教幼稚園定係中文老師？學生嘅年齡又係幾多？呢啲都係好重要嘅背景資料，因為可以幫助 AI 更準確理解課堂背景，避免生成唔相關或者唔合適嘅內容。接住嚟係目標，我哋要將提示同學生嘅學習目標配對，例如係提升學生嘅閱讀理解能力，定係加強數學計算技巧。咁樣 AI 產生嘅教學素材先可以緊扣課程標準，亦符合學生嘅能力範圍。第三步，輸出嘅內容就更加要明確。你要 AI 產生咩？係設計教學圖片、教具，定係生成故事或者工作紙？例如，如果係小學自然科學課，可能需要生動嘅圖片同實驗步驟，而唔係單純嘅文字講解。最後，評準嘅設定可以令輸出更對稱，包括難度、使用嘅語言風格、篇幅長短，甚至評估重點。例如，分層教學常用嚟滿足不同學生嘅需要，透過設定評準，可以令 AI 產出符合唔同學習程度嘅材料，更加個人化同有效。製作有效提示喺時第一步係情景，即係理解課程嘅背景。如果我哋可以讓 AI 扮演老師嘅角色，咁佢就能夠針對教學目標，提供更精準、更貼切嘅答案，有助提升課堂整體教學體驗。例如，一位 K2 英文老師喺教授 Farm Animals 呢個主題，人工智能就可以集中喺農場動物嘅詞彙同句型，協助老師設計教學內容。另外，如果係小學3年級嘅中文科老師，今個月教學主題係環保小先鋒，人工智能亦能夠根據呢個主題提供相關嘅教學素材同例子，幫助學生更深入理解環保概念。清楚嘅課堂情景，令 AI 能夠配合老師嘅需求，從而提升整體教學體驗，令課堂更加生動有效。第二係目標，將人工智能提示與特定學習目標相匹配，對於有效教學至關重要。咁做可以確保教學內容緊扣課程標準同埋學生嘅能力需要，唔會偏離教學重點。同時，
呢個方法亦引導人工智能產出具體、可行且具啟發性嘅資源，真正服務學生嘅學習成效。例如，如果目標係幼兒，能夠聆聽並講出4至6個常見農場動物名稱，人工智能生成嘅教學資源就會圍繞呢個目標設計，仲可以提供動物圖片、聲音同埋簡單句子，幫助小朋友容易理解同記憶。又或者，目標係學生能夠揾出文章重點，並用完整句子表達自己對環保行為嘅睇法，人工智能就會根據呢個目標產生相應嘅閱讀材料同寫作練習。第三係輸出，即係需清晰表達輸出嘅要求，先能得出符合期望嘅結果。只有當指令內容具體而明確， AI 先可以生成準確、可用且合乎課程標準與倫理規範嘅內容。例如，如果要設計一個15分鐘嘅英語小組教案，指令中應該詳述教案嘅結構，包括教師指令事例、遊戲流程同埋所需教具嘅說明。呢種詳細嘅描述可以避免 AI 產生模糊或者不相關嘅內容。同時，指令亦需要兼顧課程標準同倫理規範，確保生成嘅內容符合教學需求同社會價值觀。進一步講，當我哋請 AI 生成閱讀理解工作紙嘅時候，應該明確列出題目種類同數量，例如5條選擇題同3條開放式問題，並附上參考答案。呢啲具體要求能夠幫助 AI 聚焦重點，避免生成過多或者過少嘅題目，同時標榜內容符合課程標準，亦有助於提高教學效率，減少教師後續修改嘅負擔。第四係評準，佢主要係補充難度、語言、篇幅同埋評估重點呢幾方面。通過呢啲補充標準，我哋可以令 AI 設計嘅活動同工作紙更加個別化，針對唔同年齡層嘅學生設計，確保內容既合適又有效。呢啲標準亦支援適性同分層教學，令學生能夠喺合適嘅難度下學習，避免出現過難或過易嘅情況。另外，亦有助於避免不恰當或敏感內容嘅出現。例如，人工智能提示中要提及活動難度係特別設計成適合4至5歲嘅幼兒，且指令語言會以英語為主，確保原環境符合學習需求。同時，活動要設計成高度互動同安全，適合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幼兒參與。評估重點就會集中喺幼兒是否能夠正確辨認同講出動物名稱，確保學習成果具體而明確。另一個例子，題目難度適合3年級學生，使用繁體中文，工作紙長度以1頁為限，補充咗幼兒嘅能力、活動難度同語言，先可以令 AI 生成合適嘅內容。跟住我哋會探討一啲常見嘅錯誤提示例子，目的係希望幫助大家避免使用 AI 時減少錯誤嘅機會。首先，第一個錯誤例子就係，請幫我設計一份工作紙。呢個提示表面睇落去好似好簡單，但其實所提供嘅資訊嚴重不足。情景方面，佢冇講明課程綱要、年級、科目，甚至目標與輸出都太籠統，連學習目標都冇講，而且評準缺失，冇任何難度、語言或者評估重點。如果 AI 冇呢啲具體指引，生成嘅結果好可能好籠統，甚至完全唔啱用。試想像下，如果我哋只話設計公紙，AI 係咪應該係小學數學定係中學英文？亦都唔知係要選擇練習題目嘅難度係初階定係高階，甚至語言係用廣東話定係普通話，呢啲關鍵細節缺乏， AI 就好難理解用戶到底嘅真正需求，最終產生嘅內容亦就變得冇用或者需大量修改。第二個錯誤例子係，我要一個有趣嘅數學活動，學生學到好多嘢。首先，呢個目標非常含糊，因為有趣同好多嘢呢兩個描述都冇具體指向，而且情景不足。佢冇說明針對邊個年級，亦冇指出係加減法定係分數等具體主題，就咁設計活動會缺乏明確方向。另外，呢個提示喺輸出結果同評分標準上都唔清楚，往往只能得到一啲泛泛而談嘅建議，難以真正幫助教學。呢啲錯誤例子提醒我哋啊，設計有效嘅教學提示，最關鍵係要做到清晰且具體，否則無論活動幾有趣，都無法達成具體嘅學習效果。總括嚟講，設計提示工程唔係一門深奧嘅技術，反而係一個幫助老師清楚同具體表達專業想法嘅方法。喺教育領域，透過有效嘅提示設計，老師可以更精確咁引導人工智能，從而提升教學質素同效率。
具體嚟講，提示工程包含4個數：情景、目標、輸出同評準。並透過迭代去改進提示，就能真正把將 AI 變成可靠嘅教學助手，讓課堂效能增高，也符合教育價值。